主后2025年5月11日，三日教会主日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下卷22章1节到第4节。耶路撒冷的居民设立约兰的煞尾囝亚哈谢煞接伊做王，因为甲阿拉伯人做伙来攻城的军队，将亚哈谢的兄哥拢总杀死。安尼，犹大王约兰的囝亚哈谢就做王。亚哈谢继位的时22岁，伫耶路撒冷做王1年。伊的老母叫做阿他尼亚，是以色王暗利的查某孙。伊嘛行亚哈家的路，因为伊的老母教伊做歹。伊亲像亚哈家做上主看做歹的事，因为伊的老爸死了后，亚哈家的人来教伊做歹，直到伊灭亡。弟兄姊妹平安。5月第2主日是普世母亲节。虽然这节日起头是伫教会开始庆祝甲纪念，毋过后来渐渐社会也接受，然后也差不多成做普世大部分的人接纳的一个世俗化节日。一般若妈妈枵弟弟，会当甲一蕊红色的康乃馨做纪念；若是妈妈离世，就甲白色的康乃馨做庆祝。无论是对此纪念，还是庆祝感恩，圣经的教示是咱着孝敬父母。这毋尔藏伫上帝10条诫中间人伦的第一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孝敬父母，伫父母还伫世间的时，孝顺父母，做一个疼父母也是父母所疼的儿女。伫父母年老，也是需要奉替照顾的时，孝养父母到伫终老。若是有一日父母离开世间，出于孝思，纪念因的好所行好的教示，掠父母做荣光，就是孝道的表现之一。毋过咱也爱切记，父母也是人，老母虽然伟大，老母伊也是人。甲老母绝对化、神格化，这就违背庆祝甲纪念母亲节的本意，以及咱信仰的原则。俗语讲，祸多不食子，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疼囝，长流水长长。大多数的父母也拢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算艰苦家己，也毋甘互子女受风受苦。总是世间也有少数的父母是苦毒虐待家己的子女，父母也诚侪子女因一生的恶梦。2025年5月初6，也就是几日前伫母亲节前几日，报纸共一版顶下2条新闻，有一条标题是“甲男友冤家，老母对查某婴灌氨毒，导致女婴闹病变”等等的伤害。下面的一条是生下囝儿毒死等伫古井，检察官撤职真残忍，求动刑。到底是偌尔变态恶毒的父母，会对家己的亲生骨肉做出伤天害理的代志？咱不忍心也恶直想象。伫今仔日，咱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是历代志下卷22章到23章，遮讲到亚
阿合家族的社屋，出一个恶毒的妇女叫做阿他尼亚，过来犹大王室，煞互犹大王室毋但加遣不能，人加散体，抄家灭族，家破国败。伊也诚做是一个歹老母的代名词，也诚侪咱伫读圣经的一面镜，一个反教材的鉴戒。但是咱来看分段，当咱咧读即段的历史故事的时，北以色列国有一个阿合谢王甲约兰王，伫南犹大国也有一个阿合谢王甲约兰王。当然，有时阵咱咧读圣经会叫火气，所以伫遮做一个简单的小整理。北以色列国伫阿合死了后，伊的囝阿合谢做王2年，伊无囝就死，所以伊的小弟约兰伫这现代台语译本做一个区分，写做约荷兰来继位做王。了后去互耶户叛变取代。南犹大国伫约沙法死了后，伊的大囝约兰做王。约兰死了后，伊的囝阿合谢起来做王。阿合谢死了后，换约兰的某阿他尼亚起来做女王。咱对即个表通看，犹大王约沙法甲以色列王阿合因两家结做亲家，因拢有一个囝叫做约兰。阿合家的公主阿他尼亚过来约沙法家的，互太子约兰做某。犹大国的阿合谢是爱叫以色列国的阿合谢甲约兰做阿舅。阿他尼亚伫家己的囝南犹大国的阿合谢遭遇不测了后，伊杀死家己的子孙自立做女王，也是南北国以色列史唯一的一个女王。咱来看圣经今仔日的分段，第一小段是22章1节到2节，阿合谢做犹大王。迄个歹囝弄动的犹大王约兰死了后，因为伫非利士人甲阿拉伯人联军来犯，已经甲伊大多数的王子杀死，敢若留一个上细汉的阿合谢，所以阿合谢就继承王位。伊做王的时，虽然已经22岁，毋过伊嘛恶毒告急。伊有一个匪类的老爸，若是圣经讲伊的老母叫做阿他尼亚，是阿合王的查某囝。伊的老母也极歹无比，竟然教伊的囝安怎做歹，直到伊灭亡。伊做王也只有干若1年。第二段是22章第3节到第6节，阿合家甲阿合谢做歹。22章3节到6节，阿合谢有一个做歹的老爸甲恶毒的老母，另外伊老母的外家，也就是阿合家的人，也来教伊安怎做歹，直到伊干若做一个歹人，专行歹路，真紧也灭亡。有一回，伊接受伊阿舅阿合的囝约荷兰的提议，联合军队去攻打叙利亚王哈士，结果互拍败，约荷兰也着重伤。第三小段是22章
79节，阿舍拄着死劫。后来阿舍有带一大阵王公贵族亲友团来探访伊阿舅约翰兰，无拍算煞拄着死劫。以色列的大将军耶和起兵叛变，约翰兰互箭射死，阿舍的慰问团也42人总灭。阿舍亲像行经之鸟。历代志下卷第9章的版本是讲，阿舍伫逃走的路中就重伤死伫米吉多。若是历代志下卷22章是讲，伊走去米伫撒玛利亚的时，互人掠去交互耶和处死。阿舍做王无到2年。第4段是阿他尼亚篡位自立做女王，22章10节到12节。迄个恶毒的阿他尼亚，坐知伊的囝阿舍受耶和杀害，竟然狼心狗肺，心肝掠瘫痪，甲犹太王室所有后代总剿灭。迄个加在就是约兰王的查某囝约示巴，伊毋甘王室断绝，就将阿舍的一个婴仔对受杀的王子中偷抱出来，甲年尾偷藏伫圣殿的困房，密6年久。迄中间阿他尼亚家己做王，约示巴也是阿舍的小妹，是祭司耶和亚大的某，有可能甲阿舍是无共老母。第5段是23章第10到15节，祭司耶和亚大推翻阿他尼亚。祭司耶和亚大毋但偷藏小王子约阿斯前后6年，而且伫即期间也一直秘密咧计划安怎发动政变，推翻阿他尼亚的统治。当然，找一人选择的时机、地点甲流程，也必须真谨慎，搁爱万无一失，因为机会只有一次，只准成功也无永远失败。伊大声组织主要的军官、领袖甲祭司利未人，宣布大笔王室也有一个合法的王储约阿斯也活地，甲伊抹油，互伊做王。当阿他尼亚发现的时阵，已经袂赴啊。落尾阿他尼亚就死伫要入王宫的美门，来结束伊罪恶的一生。第6段是23章16节到21节，这是耶和亚大辅政实施改革。23章的16节到21节，这是耶和亚大政变成功推翻阿他尼亚了后，就招囡仔王约阿斯甲人民做伙立约，重新做上帝的子民。因就做伙将阿他尼亚引进的巴力宗教庙、偶像神坛甲祭司拢清除掉，也互祭司甲利未人好好执行上主圣殿的职务，管制圣殿出入的人员必须下伫礼仪上的清气。了后就是还政归王，互约阿斯转去王宫坐王位掌权，全国人民也拢欢喜快乐。历代志22章到23章对咱有啥物教示？第一咧讲到着家教影响家运，家教影响家运。
大鼻王是旷世伟人之一，也是上帝所拣选以色列王的开基祖。只是伊的子孙中有好王，也有歹王、歹王。约沙法虽然是一个难得的好王，毋过伊选择甲恶名昭彰的亚哈王做朋友结亲家，娶亚哈的查某囝亚他尼雅做新妇，反倒转种下败家亡族的恶因。亚他尼雅过来大鼻家，毋但无受大鼻家甲约沙法王信仰好的感化，颠倒对大官颠倒伫约沙法死了后，伊的翁约兰做王，也就是伊正做王后的时就完成暴露，大生杀死王的所有小弟。后来翁死也教伊的囝亚哈谢安怎做歹人、歹王，连带也引进外家来教亚哈谢安怎做搁较歹，直到规个家庭的运势用咧完全败了。沾染恶毒的亚他尼雅伫翁死囝也遭受灾祸了后，伊毋但无学乖，反倒转变搁较歹。伊甲王族所有子孙总刣，家己登基做王，享尽荣华富贵权势，作威作福7年久。即种的老母是大，家己做歹，搁甲家己的子孙也做歹，一个实在是真少见，也真扣角。亲像较早咧讲细汉偷挽匏，大汉偷牵牛的故事，有一个人细汉的时，甲人偷挽匏仔转去，伊的老母学了伊熬替家己欠菜钱，慢慢囡仔毋学好，歹心恶胆，愈来愈大粒，到大汉，甲人偷牵牛，互人掠去送官府，后悔莫及。今仔日是母亲节，母亲节咱通常会用正面积极老母的疼，也是孝顺爸母的道理来做讲经说教的题材。毋过今仔日拄好，咱圣经读到的进度讲到亚甲族甲亚他尼雅的故事，这颠倒是反面的例，也印证家教会影响家运的实例。互咱切记甲谨慎，着怎样去学留善，教养囡仔行伫合宜的路，就医到老也拢袂歪错。箴言22章第6节。第二，你讲着做对的人，甲做对的代志。台湾话俗语讲：好种毋长，歹种袂长。意思是好的基因遗传袂着，歹的基因断绝袂断。约沙法王甲亚哈王政治联姻的结果，约沙法王好的善良、敬畏上帝、疼国家、疼人民，并无法度传互伊的囝约兰，反倒转约兰甲亚哈的查某囝亚他尼雅夫妇同心做歹。搁教因的囝亚哈谢安怎做歹，甲大鼻家王朝变做罗马世家乌道帝国，害了也败了。总是伫迄个极黑暗、苦袂了的时代，依然有人愿意做对的人，甲做对的代志。迄就是约示巴甲伊的翁婿祭司耶和亚大，因不畏强权，也无向恶势力压头。因疼上帝，也热切实践上帝的旨意甲道理。因选择做上帝看做好的人甲好的代志。因勇敢拯救甲庇护，也养育
阿舍王的位高，因坚信阿塔尼亚小不义的统治将有推翻延岛的一天，也深信上主对大家的应允，甲对以色列民族的信息，的确会实现。因也愿意诚侪迄个互上主使用来成就上帝旨意得成的人。因虽然忍气吞声等待7年久，毋过落尾发动政变革命，推翻就翻转国家甲民族的命运，回归伫正道。历代志下卷23章第1节讲，第7年，耶和亚大勇敢采取行动。耶和亚大是一个正直的义人，伊做上主当代大祭司，伊清楚家己的职责甲使命，是为上帝服侍，做上主交托的工作。伊引带人民敬拜上帝，甲明白上帝的诫命以及道理。上时阵，伊也为着人民服务，互因的欢喜、艰苦、忧愁、病痛、困难，拢通带来到上帝面前，透过献祭祈祷，得到上帝赐福，也是审判解答。今日，当国家有难，人民、社会伫中共威胁，甲伫咱台湾内部亲共投共乱党辖制下，上主也伫问咱，是毋是愿意亲像约示巴甲耶和亚大，勇敢挺身起来，保护咱的国家甲子孙的未来呢？第3伫遮咧讲，世事虽有危险，上主保破网。伫开始咧讲历代志的时，有讲历代志主要是写互以色列人亡国受领回归故乡的以色列人看的册，互因回顾祖先安怎建国、安怎发展、衰败、灭亡的经过，有顺境也有逆境，人安怎咧回应上帝的信仰、决定甲作为。当然，也记上主的手甲骹脚，以及上主的心意安怎运作伫个人、家族、民族、社会、国家甲国际世界的中间。无论人记得上主，也是袂记得上主，有遵照上帝的旨意，也是背逆上帝。上帝永远是永远不变的上帝。上帝也照伊的领导，继续伫掌权治理做工。伫遮一切的历史走向，历代志下卷22章第7节，则安尼讲：亚哈谢来看约翰兰，煞拄着陷害，这是出自上帝的意思。伊伫遐时，甲约翰兰出去，拄着临时的孙耶户。上主有选立耶户，要互伊消灭亚哈家。咱看到上帝伫必要甲重要的时刻，就主动出手，介入伫人类的历史，扭转乾坤，改变局势。这亲像补破网了后，互网通继续发挥应有的功能。相反，咱若假使话踮伫一个黑暗的时代，看到恶势力当道，真理善恶是非颠倒混乱，若像也毋知上帝伫倒位时，咱也毋通随波逐流，也是家己也软正跋倒。反倒转，咱着爱自行看耶稣，伊是神的创始者甲完成者，伊为着排伫头前的喜乐，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现在已经坐伫上帝
宝座的正平。着详细想即个人的所做，恁才袂灰心失志。以弗所书12章29-30。咱的主耶稣已经得胜罪恶甲死亡，伊是对死搁活的主基督，这值得咱好好思考。苦难甲罪恶虽然会带来济济不幸甲苦毒，毋过咱踮伫主有平安、盼望甲喜乐，亲像创世纪5章19-20节，约瑟安慰伊的兄哥讲：免惊，我哪会当代替上帝？以前恁对我意念是歹，毋过上帝的意思是好，今仔日才会当有遮济人活着。愿咱做上帝的儿女，咱敬听天父，做天父上帝所欢喜的人甲代志。愿咱做人的子女，咱爱会晓孝顺、孝养、孝思父母，也愿咱做人父母的，咱着用主的道理来教示子女，互因行伫主所喜爱、人生正直四正的正路，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伫即个世间，透过父母所生来，互阮的人生有一个家庭的生活，也求主你也互阮学习怎样听天父上帝，听主你所互阮的父母，互阮也伫即个无完整的世界的中间，也因为有听即个世界的危害，也要得到补破网。阮伫面前献上感恩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